新頭基先來關心來自中國的李正秀引發立委資格爭議，而且最近伊真濟言論甲行為也是讓民眾黨是真不滿。昨黨內中評會是認定這個李正秀嚴重影響到黨務，決議即時開除李正秀的黨籍。這個不分區立委的這個課應該刷落來，會由成大教授柯中信來接。我們非常明快、果決的一致性認為，李正秀委員必須予以除名的處分，而且是即日起生效。民眾黨立委李正秀涉嫌風波直直傳，中評會13下晡開會，決定把李正秀開除黨籍，即時生效。民眾黨指出，因為李正秀真濟言論甲行為影響黨的名譽，破壞民眾黨和諧，佮加上連續違規，甚至佮要求若准是不分區的立委，就要摕到特定金額的補償，嚴重損害到國家公職倫理。他認為應該要有人要付出代價，他才願意離開這個職務。這件事情可能是他的文化上面的水土不服，或者他對立委職權的不了解。這件事情是在不管是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接受的事情。即日起就生效，所以李正秀委員呢，他就不是本黨的黨員了。那關於後續這些立委職務相關的，我們就是會依照今天中評會的評議的結果，後續的行政作業我們會繼續的來進行。您都不會提任何法律上的訴訟嗎？目前不回答任何假設性的問題。李正秀離開中評會時，並無加講開會過程，干那講會尊重黨的決議。暗時7點，伊是佇個面冊發表聲明，講唔甘傷害民眾黨，也閣有前黨主席郭文哲會接受中評會除名的處分，而且未提出訴訟，也是仲裁。不過，伊也講4月初7迄天是高一方面，互黨要求佇個總質詢了後公開宣布是立委。伊也講家己唔是用實質來交換利益，而且一仙都無摕，終其尾伊的立場攏無變。我們希望他能夠繼續跟我們站在一起，而不要轉身跟撒旦為伍，更不要跟魔鬼共舞。所謂的上台靠機會，下台靠智慧。李正秀已經無民眾黨的黨籍，所以也失去不分區立委的資格。後一個接手的是前台聯立委柯中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